大家好，我係黃潤麟嘅身份係學生。今日我做教練，我哋今日教大家點樣做好一個按格。首先，按格我哋要做一個丁字補線，然後要個重心向下坐低，然後持劍嗰隻手就擺喺身體正前方，防守自己個6位。咁6位對手就攻擊唔到。而呢個動作喺中文叫實戰姿勢，喺比賽時保持低重心，方便做前進、後退或其他動作。要注意嘅地方係要保持低重心，以及持劍手放喺軀幹前面防守6位。之後我哋教大家點樣去前進同埋後退。呢個動作呢，主要係用小肌肉進行移動。首先前腳腳踭落地，然後後腳腳掌跟上。咁呢個動作主要喺比賽時拉開同對手之間嘅距離，或者縮短同對手之間嘅距離，令對方進入自己的攻擊範圍。咁要注意嘅地方係唔好用大肌肉主導，因為咁樣會令到動作唔夠流暢。而優先前進可以令到自己獲得進攻主導權，同時縮短同對手嘅距離，可以有更多得分嘅動作可以選擇。之後教大家第3個動作，就是轉移嘅直刺。呢個動作主要就係去防止俾對手擊打佩劍獲得進攻權，或者係用劍尖繞過對手被防守嘅劍刃位置，創造出新嘅攻擊路徑，進行得分。咁要注意嘅就係轉移劍尖動作唔需要太大，只要能夠避開對方嘅劍就能進行有效進攻。今日嘅教學就嚟到呢度。